个口骹手咧，一世家拼甲清气。黄昏的时阵，着父亲就到位啊，大家一世家爱拼扫真正清气。是。大人，小人捌伫这个金庭夜馆吼，看到妖怪出现，伫咧食人呢。哦，迄只妖怪吼，你身准还上高咧，规身躯白闪闪。气！不准你胡白讲，搁再讲煞入是。去。着父亲今仔日要来这个金庭夜馆休困，你若是搁再胡白讲，我就甲你斩头。是。赶紧嘞！一世界摒扫甲清气尔，先煞准备酒菜。是。哼，德清，王太师写批信，今夜妖怪若出现，就是你要丧命的时阵。哥，你看，今夜月色真水，咱唔通辜负良辰美景，也得好好相助。凡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当年山西的水灾，冲散了一阮骨肉之情，冲断了阮天伦之乐，何时骨肉重逢？陪牛兄啉一杯，果然说，要有手金交嘴，行日手来并日手，今夜不醉不归啊！大哥，你敢袂记得咱有重任在身，你总袂用饮酒误事啊？贤弟，你安怎看牛兄这无气咧？啉两杯仔烧酒就会烧酒醉吗？哈！毋是啦，大哥，我来，干杯哦！好，来，小弟就陪你。
先天兄弟，因有我神下令下令将死夺还境，在西夏作乱，我神就来死里破门，这便是今天中还魂之。昨日来临，西夏修复谣言，以保宋姓江山。想要来害我，好佳在现天上帝来救我，并且赐我三宝，吉面寿、镇天宫，搁传运气。真是，大哥，哦，你会当得到三宝，恭喜恭喜！我虽然会当得到三宝，就是就现地，现地啊，赵大哥哪会无看迄人呢？嘿啊！就现地是为要帮助我甩落像妖怪，被妖怪甲伊逼落断崖。哈！赵大哥，赵大哥！哎呀，阮跳可怜，因娘咧较好咧，拢是王顶迄个高官啊哈！啊，伊明知影讲金城也有妖怪，搁挑工引咱去啊，互伊害。啊，伊这是存心的嘛，这要来去甲伊解决断掉，要哪会用的？贤弟，啊，你是讲王顶？伊故意设计要来陷害人，救命！救命！这一切拢是王太师叫小的做的，请饶命！王太师，生下毒计，有啥物证据呢？有，我有王太师亲笔写的批信。亲笔写的批伫倒位呢？警告！这，警告！讲啊！你也讲！啊！贤弟，不要！王大人，王大人，王太师，安怎样嘞？王太师强夹我，大金城夜馆，害死你袂成功，所以，伊是真情写批，
去东关，哦，马英良要害死你。啊？我东关马英良，望干啊，你也太浪荡啊！大哥，既然安尼这一遍，咱要压军你去三关，困难就真多咯。哼，有较大的困难我也唔惊，我也要如期将军你压到三关。无咯，大哥啊，咱即马伫临安关吼，已经耽误2天啊呢。啊，咱若真是要赶较紧的吼，有影会袂赴哦。两位贤弟，敢讲东关的马英良想急要来害咱，咱就来去互害咧。大哥，啊无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，我家己一个人，先来去东关探一下虚实，然后两位贤弟，你再将这个军医，甲伊压到这个三关，发进三关嫁到杨宗保。这青是想要一个月来，想要将军医压上个边关。哼！伊若是讲金庭夜馆，就这个王丁无法度将伊收拾，也难渡过我的东关啊！王强，我总在。何时敌心压上军医到什么所在？大人，狄青知影大人伫东莞设计要陷害，所以将军医交代朝中礼仪压上，伊自己打扮做老百姓，前向东莞来。啊！敌青跟一人向东莞来。是，我将个推算，可能黄昏的时阵就会当到洛岩坡。洛岩坡。是，我马上派人摆放在洛岩坡，将伊收拾来。大人，也毋过，狄青的武艺十分的高强，就算讲千军万马，我拢制服。哦，哪里比赛？大人，我将有一个计策，绝对我拢收拾狄青迄个小囝。有啥物妙计经过？大人，洛岩坡正在落霜雪，附近10里内拢无大人。狄青若到迄个所在，一定会受到风寒之苦，所以目将要打扮做卖烧酒的人。大人，然后你来当派出勇将，随机杀之。哈哈哈哈哈！好计策，好计策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不过是要派什么人甲你斗入去，比较较适当。大人，若会当派老将军甲目将斗入去，大事一定会成功。哦，你是讲飞山虎老卿？是。几遍，叫你无代志，你就莫出去店内。你偏偏你唔听。丈夫，你哪遮尔无理啦？啊！我无讲你，嘿，抑我是无欢喜你去抛头露面，我也无欢喜你去向遐个怨妇走出陪笑面，讲一句多谢，安尼也唔对心。敢讲这我是怨你的心？
啊，无愿意你就莫出去嘛。丁文，你都爱知影呢，咱是伫咧开客栈呢。今日店小二有代志无来，啊，我照顾人客，这有啥物毋对咧？啊，敢讲叫你生理莫做心。你现在呀，哎，金銮，娘啊，大表，翁仔某搁伫咧冤家。哎，啊娘，张文你足无理，伊搁伫咧欺负我。哎，现在，夫妻应该都爱互相尊重，互相关切，这毋才对啊！大表，我怎会去欺负金銮？我是无欢喜去店内陪遐人客啊，去遐咧抛头露面。其实我，唉，现在，金銮，张文既然伊甲无爱你出去外面顾店，那你就莫出去嘛，这有何必呢？啊娘，敢讲咱伫咧开客栈，啊店小二无伫个，我出来照顾人客，这有啥物毋对心？我嘛是为着讲，咱的家庭无够啊好。少年若莫迄条的水灾，咱着家嘛袂落到即款的地步。着甲小你啦，我甲母也如今母囝切落厝。水灾来造成啊，迄个天轮昏，可怜情地啊，穷断啊恨，也骨肉相残。伊都在阮迄个情义相思，全的毋知。含辛茹苦，在等待也但愿可知，顶的感动，也多年的期待啊。如梦幻，也毋知情地啊，可会成啊还？天的灵哦，上人愿天伦之路。厝的依托，但愿皇天庇佑，会当千年平安无事，互咱得到早一日团圆的日子。啊娘，二表啊！二表啊！我进来啊，二表啊！二表，大姐，嘿嘿，安怎？啥物代志？啥人若敢欺负你，我飞山好老强，马上就来找算账。无路庆你，啥物人要哪会来欺负阮呢？无啦，啊，无你哪哭啊遮尔伤心？想起10多年前，遐个往事，所以我才忍不住。
唉，二淼啊，过去的代志都已经过去啊，想伊要创啥啦？过去都煞煞去嘛。啊，对了，二淼，嘿嘿嘿，这粒雪来，互你食。雪来，迄是我坐适分配飞去半天农业专工，免转来要孝敬你的呢。庆你，你实在足友好。这是应该嘛？我老庆自细汉就无爸无母，是你甲我饲到遮尔大汉的，你嘛是敢若亲像我的亲老母咧，对？张文后你的一半就好啊。无咯，金銮啊，张文确实嘛是真友好我，只不过是大骹臭炭，对不对？老将军啊，老将军，啊，老将军，王爷，什么代志？马大人有要紧的代志要叫你去做。哦，烧的烧酒啊，烧的啊，哦，家激的呢。啊，啉一杯啊，偌好，你敢知咧？遮尔寒的天哦。小哥，我要买一碗烧酒。哦，公主啊，啊你要烧酒啊？啊，遮尔寒哦，啉一杯啊，吼，该烧，吼。多谢。一碗偌济钱？啊，凊彩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老兄，救人啊！救人！救人啊！有人来。大叔，对不住，是我的冲动，无安怎吼，失陪。有原因。小心嘞！兄弟啊，敢你也真疼？是比拄啊较袂疼尔啦。假使若无搁再流血就无要紧。哼，迄个死直的小囝吼，后摆都毋通叫我当着啦。若叫我当着吼，因爸绝对无放伊煞。哎呀，你好好啊养伤，一切等你好再过来讲。来来。哎呦！头家啊，你踮遮好我静养吼，我出来饲一个念伊来。头家啊，紧，我来讲。小丽，你感觉鬼鬼祟祟创啥物？有啥物代志是？头家啊，我拄则吼去头家娘的房间，啊，看到伊摕一样物件，看啊足入神的呢，好亲像是咧想啥物代志哦。奇怪，金銮有啥物心事？为什么我会毋知影？我咧看吼，头家娘会对迄样物件看甲遐尼入神，一定是咧想啥物人。一定吼是伊的心上人哦。对啊咪，不准你胡白讲，也毋去照顾老李啊。是。奇怪，小丽讲的话，敢讲是真实的？金銮，伊敢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是？
家己无知影眼前，可怜不见伊现现，眼望冤有泪啊满面，人在天，爱哪一边？乡的鸳鸯知影着手，水在青山搁漂流。不知家乡是啊怎样，厝人怎有遥怨影？敢讲失落玉原因迄个青年，就是我的小弟狄青。对，我来赶紧来甲我安尼讲。万正，即摆迄个人嘛毋知伫咧啥物所在。唉，我看准拄好，非得一时也找无着伊，而且也无一定是阮的小弟。那就互阿娘家己烦恼咧。金銮，你手摕啥物物件是？无啥物啊。哦，我来去城内补一寡货，你才好好去照顾客栈的生理。你放心，我会啦。你啥物时阵要去？啊？你赶紧去是？我是问念念嘛。我会真紧就去，即马就要来去啊！相公，啊你啥物时阵要转来？欸，你是毋是惊我转啊？哎呀，相公，你今日是安怎啦？你要入城，我问你啥物时阵要转来，安尼讲毋对是？哦，我会敲毋一点仔才倒转来。店小二啊，只有搁一乌来咧。店小二，只有搁一乌来哦。来了来了，客官。大嫂，你总也是叫我找着咯？你在找我？是啊。请问大嫂，我为失一个玉鸳鸯，你有甲我捡去无？是毋是这？是，这就是我碰见的物件。公主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你府上啥物所在？在下叫做狄青，高住山西太原小阳村人士。你阿爹叫啥物名？你是毋是有一个姐姐？哦，阮阿爹叫做狄广，我有一位姐姐，规名叫做金銮啊。是的，我就是你的姐姐金銮。啊！头家啊，代志到这地步啊，你拍算要安怎？我真正唔相信，金銮伊真是会做出这种代志出来。哎呦，这有啥袂相信的啦？是咱亲目睭看的咧。而且小奶奶佫讲，哎呦，公主啊，我足想你的。啊，个少年的佫讲，大嫂，我四界咧找你，终于叫我找着。这毋是证明讲因两有暧昧？暧昧？是啊。你看迄个少年的啦，
一个是囝潘安在世，鼻就是鼻，喙就是喙。我是查甫的，我着介意呀。啊，无怪哦，咱头家娘会去杀着伊啦。你莫阁讲啊！衰家，请你为了将伊也记着我的囝，我的心肝囝。阿娘，请你。有没有好啊？流两汗啊，满心悲伤，对不甘啊。自将咱的台湾了失散，今日的家底，靠的厝啊人啊，我眼看叫你。一定想，又悲来又喜，对的咱今日团圆啊，是甲有幸，藏牛不免呐，再会来相情。请你，咱分别倒位，为了今仔日会当见着你的面，我就是死也安心咯。阿娘，请你小人不孝，害你并无调息奉养阿娘，求母亲你就原谅。你才毋通安尼死讲。阿娘，今日母仔囝相逢，你应该爱欢喜甲着，毋通搁再伤心啊！大概是受过欢喜去，对啦，会张文呢。你去进城去补回来。实在是真可惜，因为只有即句我无伫厝内，袂当介绍互恁两个见面。阿娘啊，张文阴暗都转来啊！阿娘，已经夜暗啊，我想你倒转去房间里休困，有话明仔载咱再过来讲好。啊无，金銮啊，你小弟你着好好照顾。是。阿姊，只好是当时会倒转来，遮尔晚还袂倒转来，大概明仔载才会转来。明仔载。亲弟，家在是神保庇咱，咱会当规家团圆。来，咱来烧香拜一下。好。走啊！阿姊，明明都听声，哪无看人影？是
弟，你大概听唔到啦，这个时阵无人会来啦。阿姊，你也着休困。兄弟，真是时候无早，我扶你来房间休困。好。气死我！我还踮要来将伊娃娃杀死。大哥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你的大嫂伊，大嫂是安怎？伊感觉别人伫咧幽会啦。这免哪会啦？大嫂毋是迄种人啦。哎呀，你着免替伫咧讲话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啊！看伫后厅，甲人伫咧幽会。我一定要来杀伊，我一定要来杀伊。当啊！大哥啊，对方是啥物款人？有功夫还是无？看起来功夫敢若袂歹。啊，若安尼你着爱较小心咧呢。若毋是讲我手受伤伫的吼，我就会当替你来去解决迄个小囝。哎呀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伊虽是身躯边有歹宝剑伫咧，看起来敢若亲像一个文弱的书生。我自信有办法对付伊。身躯有歹宝剑，看起来佫敢若亲像文弱的书生，无毋对啊。是毋是？生做眉清眼秀，缘投。你捌？哼，迄就是我的仇人啦。哈？你的仇人？是啊，马宗兵叫我要去杀，就是迄个人啦。啊，小弟的伤也是去互伊射伤的啦。安尼好，伊今仔日来遮，是自投罗网。兄弟，你放心，今夜有兄一定会替你报仇。哎呦！你是什么人？你甲我放开！哎呦！你放！你是什么人？我甲你是什么冤？什么事？为什么要来杀我呢？哼！我甲无办法通我杀你啊！随在你啦，你免问我哩多嘛。我绝对你会牵手，这哪有可能的代志？无可能！恁两个人明明伫咧后厅伫咧幽会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，你搁也想要狡辩？原来对我有误解哦，听我将着说予你知，哼，情义充分你免辩解，你不问是非不应该哦。枉你一身好功夫，你大人的切实是高不如。这份我自己无本事，不能将你这个败类渡。放！你嘛毋免来骂甲遐尼真歹听，讲这也无怪啦，你都毋捌我。啊！我着爱捌你啊！阮某对着你，什么意思？我着爱捌你。
莫生气啊，莫生气。我袂搁再甲你动武哦，你我的关联真特殊。特殊咯，甲无特殊，阮某都对着你，免讲嘛特着殊。情本是你的妻子，你是着情的媳妇啊呀你是青弟？是。哎呀，原来你是青弟啊！你是我的媳妇啊！青梨呀，阿娘来啊！青梨呀，阿娘，甲表，我拄则听你房间内有伫咧打斗的声音，无是。青弟，拄则的代志。青梨呀，你还袂回答我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咧？阿娘，因为我甲阮媳妇就斗阵伫伫咧创啥？阮伫咧练舞啊。哦，毋知大细声。练舞啊是啊。是。相公，你什么时阵转来？拄仔才倒转来啦。我就听迄小李讲哦，青弟倒转来，所以我毋才来看伊。现在啊，你拄则甲青梨伫咧比武，阮囝的武艺是如何咧？好啊，我输伊哦。啊，对啦，青弟，你进洞馆的中间，敢有遇到刺客？刺客？敢若无咧。但是我会记得有看到一片乌云伫咧我的头壳顶飞来飞去，我感觉真奇怪，所以甲射一箭。箭射了后，迄片乌云一下散开，好亲像有一个人影。那安尼就对咯。这个人姓刘名庆，现在伫咧我厝内面伫咧养伤，也是甲表你的儿子。伊的身躯边有一件宝贝，叫做色魂佩，人可徛在佩上，飞行自如。你所看的迄片的乌云，就是刘庆。假使若毋是你射伊一箭只，青弟，你早就计将我暗算咯。无啊，是安怎遐庆梨要伤害青梨？这到底是安怎咧？这，甲表，你嘛袂用咧怪刘贤弟啊！我知影伊是奉马总兵的命令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青梨啊，无迄个马总兵，甲咱是啥物冤啥物仇？伊是安怎会要命人来杀害你咧？